發覺最近不約而同，網上突然多咗人出 post， 話姜濤對粉絲西口西面，嫌棄粉絲，令佢哋好傷心，好似夾埋一齊出 post 咁喎，突然咁多人戥姜糖唔抵，真得意。大家好，歡迎光臨。當然，一啲不實傳聞就要即刻澄清，偶像點對自己，粉絲最清楚啦。姜糖都話，完全唔覺得偶像黑面。姜濤一直好關心大家，仲喺訪問多次提過，希望粉絲照顧好自己，唔好將佢排得太前，要將自己同屋企人擺喺第一位。姜糖一心一意，大家呢段感情係互相建立出嚟。有人覺得姜濤唔夠親切，其實佢一向低調，唔係成日講甜言蜜語嗰種偶像。佢叫大家唔好送禮物，改為行善。想同佢溝通的話，最簡單寫封信就夠。呢種成熟又實際嘅方式，反而令姜糖更心悅誠服。見面祭嗰陣，上台人數幾千，成幾個鐘密密排隊，真係攰到爆。好多飯拍片都清楚見到，姜濤對粉絲依然親切又 sweet， 仲主動伸出肥手手拖拖，完全唔係外面講嗰啲冷淡黑面。其實姜濤同姜糖之間，唔靠講啲氹人說話或者笑容堆砌，而係大家心照默契，係多年累積出嚟，靠用心維繫。可能有人帶風向，令啲人以為冇 fan service 就等於唔重視，其實姜濤一直用佢自己方式珍惜大家。講真，要一段偶像同粉絲嘅關係維持咁多年唔變，唔係靠講兩句甜言蜜語咁簡單，而係雙方有真正尊重同理解。姜濤做得到，姜糖先至會堅持到今日。呢份關係唔係個個偶像同粉絲都有，值得珍惜。有位姜糖留言話，明白有啲人對姜濤有誤解，甚至有心想抹黑佢，但希望大家可以冷靜啲，睇多啲佢啲作品同訪問，了解佢真正性格同價值觀。姜濤一直都希望大家見到香港有班好有實力嘅年輕人，佢對音樂好有熱誠，亦希望透過音樂傳遞正能量。所以話姜濤黑面對粉絲，真係誤會嚟，大家要用心感受，而唔係望住一兩個表情就亂估。有某啲人係好喜歡斷章取義嘅，姜糖睇得清清楚楚，知道佢背後付出幾多心機同努力。小編話嘅，如果佢真係嫌棄粉絲，邊會有萬人空巷嘅姜濤灣？如果喜歡小編嘅報道，請免費訂閱、留言、讚好，俾啲動力小編好嗎？希望呢個小台可以繼續行落去，多謝大家。